头所等来台湾，台中市政府为着要感谢医疗人员坚守岗位，所以募集到45000个物资，包括这个药用的酒精、提神的饮料、甲精力汤等等，总共50种的食物甲用品，由台中市长罗秀燕代表捐赠予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平防疫，谢谢你们。台中市长罗秀燕今日带领各界代表向第一线医疗人员致敬。这场名叫做“我的台中，我来听”的捐赠仪式，伫台湾大都市政大楼举办。台中市有超过80间的企业团体主动捐赠，包括药用的酒精，总共差不多50种的食品甲用品，透过实际行动，替伫第一线把关的医药、检护等防疫的英雄加油赞声。我们全台中市281位的市民朋友们，今天共同集气，为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国家加油哈！那也表示我们对医药检护人员哈，所有防疫英雄的感谢。医护代表员出面感谢各界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台中各界我们的市民同胞对我们医护所有全体医疗人员的一股暖流给我们的支持，让我们全力以赴台中市政府承诺，会搁再加强募集便宜的物资，并且设置社区筛检站，好来准备后半场的防疫战争。